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唔知观众朋友敢也过会记哩？几多年前，高雄坐阮鸡蛋站有人讲是大念卵。另外，交朋友嘛要注意，有的朋友生鸡卵的无，拢全放鸡屎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里读做卵第7条，卵是鸟类或者是白汤拖生出来有壳的物质，会孵后代出来。一般咱常常看会到的有鸡卵、鸭卵、鸟仔卵。另外，卵有两白质，一般卵会当分做卵壳、卵仁、甲卵清。也未成熟的卵，咱讲卵单，有人爱食卵包。另外，咱嘛常常用卵来形容生做啥物款，像讲若是一个人面尖尖，咱讲伊是鸡卵面。也阁有椭圆形，有人讲是鸡卵形、鸭卵形，或者是长柱形、猪腰形等等。另外，拢世常上来形容啥物款的圆形。这个文音读做卵，像讲卵胎生，就是讲动物伫老母体内受胎，有形了后慢慢发育，等到发育完全才生出来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俗谚语，拢是和卵有关系。头一个读做鸡卵白白也有芳。咱看到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讲鸡卵的卵壳，无论咱怎捌，嘛会当找到空芳。若字句的意思是讲代志一定有芳，会互人发现。第二个读做猪头唔顾顾鸭无卵，也就是讲拜拜时无咧顾大项的猪头，干那咧顾细项的鸭卵。这意思是讲，甲重要的代志放咧唔管，颠倒去管一寡较无重要的代志，嘛会当讲是牛鼻唔灵，灵牛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咧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员工上班的时，拢无正经咧做头路，伫咧种花压水，猪头唔顾顾鸭无卵。结果鸭卵白白也有芳，将其尾也是互头家发现，伊拢无咧做正经头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卵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卵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